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联院员工子女非营利幼儿园。这名字这么长，是要搞死家长的吗？是什么名字让民众念不下去，气噗噗的超无言？位在南科的这间幼儿园，全名有31个字，一口气要念完，真的不容易。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联院员工子女非营利幼儿园委托财团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会办理，让自家老师来念最顺啦。但会取名取的乐乐等是有法规可循。因为依照幼儿园与其分班设立变更及管理办法，非营利幼儿园除了应冠以非营利字样，还要载明委托或申请之办理方式，以及非营利性质法人名称，所以加总起来总共有51个字。因为我们是中央机关构，那我们的场地主管是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来承办的，那所以就委托我们彭婉如文教基金会来办理。那因为我们在园区里面是属于员工子女的部分，所以可以发现我们的原名就真的特别长，总共有51个字哦。3、2、1，请揭牌。其实，在去年国立台南高工编立在成功大学后，叫做国立成功大学附属台南工业高级中等学校，总共就有18个字，一样也让学生家长念校名时很饶舌，意外掀起讨论。记者台南综合报道。